安全嘅單身男女嘅聯誼活動咧，均係一個成功嘅經驗。佢通過舉辦線下嘅活動，為我哋單身男女同埋咁一個認識彼此嘅機會，同時都為我哋嘅參與者提供一個放鬆愉快嘅環境嘅道路上面咧，要先有膽量追求先係。使唔使係啲人合照？一個好嘅開始。使唔使啊？使唔使？可以掉住面，可以掉住面嘅睇兩個仔，可以掉住面。米公即係點啊？而家俾佢哋自己了解下定點啊？俾佢哋加佢咧要揾翻我哋嘅老商果要贈送嘅個成果籃，獲得數字經佢嚟揀嗰啲獲得嘅呢個價值200蚊嘅眼鏡一副，同埋咧6號威士忌酒吧贈送嘅280蚊嘅情人套餐一份，信義10店鋪燒烤到店免費人情嘅指定套餐一份，以及我哋嘉興每月贈送嘅嘉興牌保溫瓶一個，以及咧喜聚雙口贈送嘅飲品一箱，仲有粵興電器贈送嘅到店5折嘅優惠。嚟，揸緊時間 ，OK， 嚟。大家認識我哋咁靚仔咁樣一齊合影，預祝佢哋早日成功㗎！好嘅，好，麻煩，嚟，介紹自己先。97年嘅仔嚇，你嘅能就現場牽手成功啊！之後幾個邊有一對，幾個對爺牽手成功啊！哇，領到好多獎品喎！做護士㗎隻女，牽手成功啊！現場好多人喎！最好咧，好，都係講係細啲嘅妹妹型嘅人最好，攞住膊頭，點樣影相先？我哋自己一齊影先，辛苦啦，咁啊感謝下新疆大力支持，好，大家掌聲繼續，好，祝賀啊！第2句今晚好搶手喎！係咁之上來，因為到直播間睇到上次啊，我哋到直播間嗰時上台㗎，好多個有3個有機會我哋之後啊，幫佢哋完成任務㗎。佢依家我哋都未叫大家中意啊，我哋咪收到風嚟，好未上未有㗎，即係大家送俾兩位，大家記得係答對啊！現場牽手成功啊！呢啲係我哋村裏頭㗎。